當喺探討正向人生嘅時候，我希望能夠同大家探討一個字，係靜字，安靜嘅靜。因為安靜或者靜落嚟係好困難，特別係我哋現代人、香港人更加係犀利，速度要求好快好高，對自己心理壓力好大，環境好急促，好多壓力，好難靜落嚟，所以靜的而且確係好困難。就算一個環境好安靜，唔代表靜晒喎，喺內心深處係好多聲音走出嚟，好多使我哋唔能夠安靜落嚟嘅事情。喺宋朝有一個嘅哲理家叫做程顥，而家有好嘅詩人，佢有首詩叫做《秋日偶成》，係咁講，有兩句係咁講嘅。佢話：萬物靜觀皆自得，四時皆慶與人同。你講到靜觀萬物，世事萬變萬化，都能夠靜落嚟去觀察、感悟，去靜觀默觀，無論用心靈、眼睛去睇聽，用我哋五官去感悟，靜落嚟好緊要，先能夠領受得到，靜唔到就領受唔到萬物畀我哋嘅自得之處。